下水道做得越好，那环境就会越好，就不会有污染。但是我们这个下水道做得最好，但是台南市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古都了，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进步的城市跟这个文化要结合在一起。从110年开始做，110年做了在普济店有做了30个，111年也做了30个，那今年是在瓜牛巷这边也要做30个，就是说整个让这个文化跟这个水利能够结合在一起。这一次的人孔盖在那个瓜牛巷的周边，然后我们设计了3组不一样的主题，那主要是针对叶石涛跟宫古座，然后沙涛宫跟宝溪宫，那分别是依照这边的历史跟相关的这个人文的故事来做发想。叶石涛其实就是住在这个瓜牛巷弄里面，那在前方就有一个早期的戏院是宫古座，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意象结合起来。这边是早期5条港的范围，那在庙前面其实有一个浪涌沙涛的地理环境，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意象做了第2个图像。那第3个宝溪宫呢，它比较有特色的是，一般的宫庙里头是7爷8爷，那在这边我们这边是韩德爷跟卢清爷，那据传是150年前出巡的时候，他们就留在这里。对这文化什么大拢做，尤其外客来到这，拢会翕相做留念，学来讲这足好的，外围拢无当去看。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南作为一个历史古都许多处地方都有让人家发思古幽情的地方。也看到了我们在我们污水下水道的这个孔盖上面，能够做一些城市地理相互连结的。之前我们在水仙宫永乐市场，之前我们在普济店，那现在在沙桃宫以及这个叶石涛故居的地方，我们也一步一步的推进。很多人走路低着头是在滑手机，但是如果你滑完手机，可以看一看我们有些地方的这个人孔盖的时候，事实上也会觉得说，这个人孔盖不再那么枯燥无味，不再那么样的制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一个城市里漫步一个不错的地方。但是我们很希望说，借着这个污水下水道人孔盖的一个重塑，能够让民众也好，让观光客也好，让地方的市民朋友们也好，都能够记起过去的历史，缅怀过去的那段文化，以及能够成为这个文化活动的推手。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10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受到西南风影响，今仔日一透早就一直落大雨，到下早10点50分左右，累积的雨量，咱台南市是安南区落了176.5毫米上介多，结果嘛造成真侪路段积水，甚至有一甲半个车轮悬。当地民众表示，这是88洪灾以后因上介大一届。10号一早雨真正搁大搁急，记者10点外来到安南区安中路一段甲安中街口，水差不多1米半的轮悬，整个马路就是水路。民众讲根本亲像风台天，有民众机车、吊车只好用牵的，甚至机车行强水因要入厝，紧急自备抽水来射，形成毋是雨势泉水，而是抽水的特别景象。当然，警方早就封起警戒线，避免各有车辆进出。这边常常淹吗？只要下大雨就会淹。哎呀，今天算淹最高的吗？对，就今天跟上次88水灾那一次，就这两次会淹比较多。面对西南风所造成的豪雨警报，台南上大3点钟雨量就是安南区的102毫米，已经达到第时豪雨等级。比起累积到135毫米，是全国上侪。施雨量已达到目前的雨量已达133，为全国最高哈。那造成我们的安中路一段，那还有我们的城北路城西路啦哈，那还有我们的台江大道等等都有多处淹水的状况哈。那
区长在这里呼吁了哈，除了家户来加强整个一个防灾因应以外呢，我们在各里都有备有沙包可供取用哈。那另外呢，如果还有一些退水之后造成道路坑洞的部分，也麻烦能够及时通报，我们及时来处理。大自然的力量是无限的啦，所以说我们人为的工程是有其极限的，所以我们其实已经花了很多的心力做了很多工程，但碰到短延时强降雨，也是很头疼的。像今天在安南区，我们看到了，在短短的1小时之内下了将近60-70公里，所以说还是造成积淹水。不过积淹水大概10几分钟就退掉了。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雨不要一直在持续下去，那这样以免对民众的生活造成更大的不便。那工程能够做的，我们都尽量做的。那如果排水孔道有阻塞的，我们赶快去清；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希望说老天雨不要下太大。虽然市长无来表示天公伯落这么济雨，不过市府昨8点就有3机开设，巡查所有抽水站移动式抽水机的运转，希望降低强降雨对台南造成的影响，也提醒市民随时注意天气的状况，做好防范。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台南市会再下大雨，使得真侪所在拢出现淹水的情形。淹水上较严重的安南区在地议员蔡立青前往现场关心的时阵，嘛希望中央甲地方政府会当重视在地民众的声音。现在气气啊，现在漏水啊，他们淹到厂里面都是啊。看到议员蔡立青来到现场关心淹水状况，土城当地居民纷纷向定情表示，每一届大雨拢会淹水，真正会气死。听到这居民的声声，蔡立青表示，几十年来，土城人拢生活在水灾恶梦当中，但焚化炉、粪扫场、土资厂、回收场拢起伫土城，但只有抽水站无伫土城。治水无土城的份，但淹水土城大概拢有。伊也恳请中央政府甲地方政府重视土城人的声音，认定土城治水计划，彻底改善土城淹水问题。土城人长期就是生活在这种淹水的噩梦里面，所有的险恶设施，比如说焚化炉、土资厂、掩埋场、回收厂、垃圾场，全部都盖在土城，只有抽水站没有盖在土城。我们已经争取了很久了，但是每一次淹水都有土城的份，但是每一次治水都没有土城的份。那我们希望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可以正视我们土城人的悲哀跟怒吼，希望政府可以对土城伸出援手，并且呢，对我们土城的淹水计划做出短中长期的这个治水的计划。对着当地民众的声音，市府也做出回应。有关安南区土城淹水的问题，水利局表示已经规划挡水设施和排水系统的执行方案，也就是会设置水闸门和抽水站，预估经费1000万元，今年度将执行完毕，来解决淹水的问题。蔡立青也表示，因为长期淹水问题，土城大多的大雨，拢会让大家起悬50公分以上，以免水淹入去厝内。但无经济能力改善的大雨，只好任由大水灌入去家中。为7月28号风台淹水，到今日8月10号搁水灾，短半个月时间，历经2次水灾，但却因为无达到50公分的标准，而无法度申请补助，对着土城人来讲实在是无公平。建请政府会当另外提拨经费，补助淹水大雨甲店家。记者张锡伟采访报道。为了改善严寒地区混乱的交通，总经费5000万的永康转运站，台南市政府争取到中央4200多万的预算。10号上午，在大雨当中开工动土，预计明年8月会当完工启用。虽然气象局发布台南豪雨特报，不过这场为了解决永康、交流道甲严寒地区当年客运天候安全顾虑的永康转运站开工动土，由原伫大雨当中进行。交通局表示，为伫永运路永安路口的永康转运站，工程总经费将近5000万，交通部公路总局就补助了4250万。工期大约1档，到时将有8座国道客运的月台，
以及近百汽机车停车位，希望带动沿空加入到周边发展。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外面下了大雨，就可以知道有时候要搭国道客运没有一个好的候车室哦，就很麻烦。过去都是在中正北路的台一线省道旁边，既不安全又不便利，对于这个候车旅客来讲也是一个受罪。所以我们赶快把这个地方永康转运站赶快规划好，设计出来，能够施工，在明年就可以完工。那提供给永康地区还有南来北往的乘客有一个更好、更方便、更安全、更舒适的一个候车环境。市长委托伫公路总局以及沿空这面大陪同，先恳诚举办祭拜仪式，祈求工程顺利，伫明年8月完工启用。同时伫届时进行转运站的动土，来应用沿空沿航快速发展、车流量增加的庞大需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最近因为风台、西南风甲北流的影响，台南市的海岸线有未少所在出现大量的海洋废弃物。环保局为7月1号到即马已经清出200多吨，大部分拢是蚵仔粿、保特瓶、玻璃龙甲废弃的渔具。环保局除了继续打捞以外，嘛呼吁民众共同来重视。风台过后，台南的沿海地区，不管是北门、七股，甚至是四昆省，拢会当看到满满海洋废弃物，将沙滩降个满满。大多是保特瓶、保丽龙、科架顶，将原本美丽海岸线变了样。台风过后，我们的海边其实是更糟糕，因为5号台风一开始的时候，它是吹东南风，所以它把很多过去我们比较零散在一些地方的全部都聚集来，所以这一次之后，我们发现在四昆生北边安平港南堤这里，还有包括像七股西湖北堤，最北边那里，然后还有那个王子寮扇，还有北门西湖的最北端北扇那边，都聚集非常大量的垃圾。台南社区大学调查发现，杜苏芮来袭进前，因为西南气流再来大雨，西边海岸就陆续有粪扫飘来。而伫咧风台过后更为严重，台南市的海岸线长达68公里，为北到南差不多拢有这款情形。台南市环保局统计，为7月1号至今，总共清理出219吨的海洋废弃物。这次台风前后打了很多的海漂垃圾到沙滩上，那环保局第一时间也通知所有的权责单位必须来加强清理。那7月1号统计到目前为止，总共清除有200多公吨的海漂垃圾，那主要是以科架、保丽龙、保特瓶居多。那环保局也通知开口契约来协力清除整个海漂垃圾。那未来会以空拍的方式来监督所有的权责单位是否完成清理。台南市的海岸线长达68公里，但分属11个单位管理。市府环保局除了积极动员人力以及机具协助整理环境，也敦请各单位尽速将宽积区清理清气。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2023远东百货铁道节，现主时来到台南市展出，除了台湾2大铁道权威、铁道模型达人徐志刚以及铁道研究专家苏兆旭以外，更加结合台铁台南站，提供铁道文物来做展出。远百铁道节专题巡回来到台南大远百，展览精选18座台湾的特色火车头。用1:80的模型呈现为8到9的铁路风景，
有彰化扇形车库、冈山旧火车站，以及基地咧台南电池的屏东糖铁5分车街景。透过作品，带领大家回到台湾70年代铁路发展。这次呢，我做的所有的模型场景呢，里面包含了许多的人文的故事。我除了用最先进的3D 列印的科技之外呢，其余的部分都是用纸张。还有保丽龙，所有的东西呢，我都希望就是用记忆来制作这些东西，然后用我们的经历的岁月来上色。台湾铁路有超过800年的历史，是大家熟悉的交通工具。铁道背后有侪侪历史发展甲故事。台南大碗坝除了举办展览以外，还阁有讲座等系列活动，更结合台铁台南站的铁道文物学展。台铁本身来讲，这几年的车辆也一直在更新然后各县市也一直在实行的发展捷运基轨所以这个轨道运输其实呢是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那近几年由于我们对一些文化的觉醒的提升所以对这个固有的东西就先生要有保存的观念展览现场的布置也充满卡斯，带领民众行入铁路记忆。湾坝铁路节为今仔日开始，展出到8月21号，铁路迷千万唔通错过。台南新闻顺怀采访报道。台南市教育局为了鼓励学生艺术创作，特别伫办公室设置艺术图摊，让学生一个无同款的平台来展出家己的创作成果。第一档的展览邀请到2间以美术班出名的学校，日林国小甲明德国中来参展。今日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的办公室会当看到一个图摊，内面展示着艺术作品。为了呼应学校的环境美学，教育局特别伫办公室设置美丽绽放 at 台南艺术图摊。那其实我们的整个学校强调的是美学环境的营造。那在教育局里面，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整个的空间营造部分更能够跟教育来做整合。那刚好我们这个橱窗的部分，它本来就是能够提供一个开放的一个环境美学的展示的部分。头一批作品由日林国小甲明德国中参展，日林国小的学生结合艺术甲环境议题，利用资源回收物制作各式各样的鱼仔。明德国中以神奇宝贝为主角，创作各种版画。这一只是我喜欢的仓鼠，它叫做 Golden， 所以它是一只黄金鼠，我就把它画在上面。创作就是有很多类型，有时候版画，还有水彩，然后素描之类的。我们所使用的材料就是一些可环保的物品，就是像汤匙、叉子，还有瓶子、杯子那一类的。我想要表达的是，人拢爱做环保，来保护这些动物，甲咱的未来。那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去维护地球和自然。这个展示能够让我们的一些洽公的一些民众或者家长能够就近来做一些观赏。透过艺术品，确实可以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那个美的魔力啦。学校对学生的作品会当伫教育局展出，非常的热闹。教育局表示，后续将由新市国小的陶艺作品接棒展出，希望让无同学校学生的作品拢有展出的机会，也希望借着艺术图摊，打破民众对公部门的既定印象，让市政中心充满艺术氛围。美丽绽放 ，at 台南。台南新闻双怀采访报道。关怀弱势照顾偏乡学生的健康，由立委林俊宪甲议员蔡小薇每合善心的企业，由育恒文教艺术协会以及超巨建筑开发公司做伙捐赠予台南市永华地区甲偏远的学校，总共141间国小，计收入予家庭的学生112学年，每礼拜一届免费的青年，大约有700位学童来受惠。伫立委林俊宪甲议员蔡小薇牵线，去年捐赠弱势学童每礼拜一届免费鲜奶的育型文教艺术协会，今年再度扩大，甲超巨建筑开发公司共同捐赠永华区甲偏远地区，总共141间国小的计收入户，伫个112学年，每礼拜一届免费的鲜奶，互台南市经济弱势学童会用得到上实质的营养补充。大家知道现在暑假没有营养午餐，那
很多这个比较困难的孩子，他因为没有营养午餐可以食用，好虽然市政府有编列预算来帮忙这些孩子在购置便当这个部分能够帮忙他们，但是我们也真的很希望说这样的帮忙能够有更多营养的补充，所以说谢谢玉衡文教，也谢谢侨聚建设能够在这个时候适时发挥大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牛奶我们都知道是最营养成分最好，那也谢谢各位校长一起努力来帮助弱势的同学，能够让他们有更多平等的机会，能够发展身心，能够接受教育。文董他过去白手起家，他也知道说这个艰苦家庭在照顾囡仔上的学生的这个营养上他是非常注重的。第二个当然也有宗教的信仰包含今仔是文衡圣地的一个圣诞嘛希望讲能跨这样子的一个大爱来回馈给社会。那第三个呢，包含就是在我们的文化艺术协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空间里面，不是只有这一间简报室而已，我们旁边还有艺文走廊那艺文走廊的部分，当然就是说文董他们在地方上的一些人脉他透过这样的关系，将大家投入在艺术里面的捐赠或者是购买的盈余来回馈捐到这个文衡的艺术协会里面来。那我们透过这个协会，再集结大家的爱心，再回馈到我们地方教育，给最基层的总共是144间的学校的小朋友来做这样子营养的捐赠，让每一个小朋友在每一个礼拜最起码都有牛奶可以喝啦。关键仪式伫樱花路尾玉行艺术中心来举办，玉行文教艺术协会创办人文生庭执行长加沈子能理事长表示，玉行艺术中心唔定伫艺文展览加活动的推动，更加是公益推广的平台。关键的活动将会持续推广落去。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人，而且不是只有帮助他们去来玩艺术以外，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艺术平台来帮助更多的社会资源，让大家能够透过这个平台得到一些利益。这个是我当初的一个构想，所以说我就跟小艾议员谈了很多，然后慢慢就明了。我说去年我就跟小艾讲，我不是要做1年，我希望做到我不在，我的小孩子可以再延伸下去，让他是有知道说有一间育儿文教艺术协会，他是在做公益，他是真正可以让社会上很多艺术延伸出来的公益。观景仪式由了市长黄伟泰代表，并且一一递进观景单位的感谢状。感谢善心企业的关注，有了受证单位，包括教育局、加各区学校校长代表，嘛拢亲自出席，表达感谢之意。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议员李启伟每合在地企业甲善心的人士，做伙捐赠一批物资甲助学金，予台南市家扶中心帮助弱势。台南市北家扶中心表示，目前助学希望工程，也阁需要各界共同来协助，希望予家扶弱势儿童安心读册。桌面上摆满白米甲安全帽，这是议员李启伟每合社会善心人士、庙宇甲企业共同捐赠，要帮助家扶中心的弱势学童。由着北家扶中心的主任庄淑慧代表接收。议会秘书长徐建林嘛出席见证捐赠的仪式。真欢喜今仔阮伫服务处这个长期跟着一些社会的爱心善心人士像包含这个退休书记官潘敏杰还有我们这个少光实业的这个董事长何董他们都相当的爱心也有这个新彩工业的这些这个企业代表共同捐助我们关心我们南家福跟北家福中心，我们知道南家福跟北家福他们长期都照顾了这些弱势家庭的学子他们这个在求学的过程还是平常的生活这个所需也是都相当的繁大今仔日有
跟着这些民间的善心人士，特别也有捐助他们这个奖助学金非常感谢透过潘姐潘司机官的一个协助那李启为议员的资源连结那我想几乎每个月都会帮我们筹到很多的一些物资来帮助家福的弱势家庭啦南北家福目前差不多大约帮助到2000户的家庭将近4000个孩子那这些孩子因为都在弱势当中，所以其实不管在营养上或者是说在就学上，有时候都会碰到很多的一些困难我们真感谢启为议员以及咱的迄个潘敏杰司机官咱帮忙家庭节真侪资源透过伊包括可能鲜花或者是像说安全帽的一些捐赠啦真的是给我们的孩子帮助很多。这届捐赠的物资包括白米总共365包，以及安全帽110顶，还有208000块的奖助学金，分别给南家福甲北家福中心。北家福中心统计，平均一学期需要筹募680万的助学金，去年8月20颁发，还有122万的缺口。家福中心希望各界共同来协助，让家福的助学希望工程会用顺利来推动。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1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